咱的手比较多，哦，这个咖喱的手可以对得比较多。咖喱戏伫咧华人的世界已经流传上千年。自古以来，若是一项表演，亦佫有带真重的宗教色彩。一身戏红仔上基本就要10外条线才人会起来，师傅要经过几啊档的练习，才会当互戏红仔亲像有生命同款活跳跳。不过，这款有历史又佫特别的表演，即马伫台湾已经真罕的看到啊。台湾的咖喱戏会真罕得看到，哦。当然，头一个原因就是演出的剧团少，佮说了就是因为台湾的咖喱戏早前本来就是拢伫咧宗教仪式的演出，算较神秘，互较早的人嘛感觉讲，哎呦，这个咖喱戏是袂使看，哦，是有禁忌的啦。咖喱戏的禁忌是比其他戏出佫较侪，不过这寡传统的背后，到底是有啥物款的故事？台湾的咖喱戏流传到今，又佫有啥物款的变化呢？古早咧，咱遮个帝王伊若过身了，伊其实拢会找一寡人来陪葬，啊，所以有人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做一寡亲像人的物件来陪葬。啊，因为伊甲死亡、甲亡者有关系哦，所以咖喱甲这个死亡啊有较密切的关系，造成讲一般民间的观念内底，上好是莫看咖喱戏这种的观念就出现啦。金汤蜜甜，双人牵手出头天。合家平安大赚钱，子孙富贵万万年。小人足幸福。两姑妈真美满。啊对，阮翁某啊，就是幸福甲美满。哎娘诶，嘿，你看，今暝啊，真是好天时呢。哎，安尼满家订花，实在是老个家。咱翁某啊，东家加上油，西家行来耍。也南大家去看，也北大家赏完才倒来哈。相公啊，元宵佳节好风光，咱阿某最近来去赏花的。哦，好哦，行，来去咧。小酒小水愿下喜。我看美观赏花店，春宵一去6千金。日夜欢乐加人生，日夜欢乐加人心。哎呦，哇！嘿嘿，这就是台湾的咖喱戏啊！现在呢？这是台湾款的节目，咱欢迎咱的主持人嘉禾。哇！好命讲好命，保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禾，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咱台语有一句话叫做讲，也未咖喱落咧。这句话是意思是咧讲，万项代志就还未开始啊。要为什么讲到这个咖喱落呢？因为是咖喱戏是一个大戏，这是真重要的哦。今日邀请到咱的金辉煌咖喱剧团的团长施英元，也跟咱的团长夫人张雪香来到咱的现场。讲到咖喱戏，其实伫咱的台湾的传统的民间这戏剧内面哦，会当讲是真少看到的。今日邀请咱老师来到现场，我一定要甲你问一个详细啊。团长，我来请教吼，因为这咖喱红啊，还是讲咖喱戏，对咱来讲其实是真青分的。我细汉时阵我是捌学过布袋戏，不过吼对这咖喱戏吼完全是无了解。平平拢是红啊，这两个之间差别差伫倒位？
咖喱鱼吼一般咱所讲的，就是迄个梯线的咖喱啦，吼，咱台湾所流传的咖喱鱼就是这种。梯线的咖喱鱼主要是用线落去炒作，吼。咱的布袋戏是用着咱的后骨鸡、筋头啊落去炒作安尼。表演方式咧无共，就是咖喱戏哦，因为伊用线炒作，所以伊的炒作演员是伫咧顶头咧炒作，红仔伫咧下骹。布袋戏是演员伫咧下骹，红仔伫咧顶头。这是表演形式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啦。后场配角的部分吼，咖喱戏吼，因为阮是为这个福建泉州这个所在传过来的，所以呢，伫福建泉州这个所在，因的南音就是因在地主要的一个音乐，所以讲呢嘛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伫遐咖喱戏呢，主要嘛是用南管系统的音乐，然后唱出呢，伊家己专有的一个叫做咖喱调，安尼。咖喱调。流传到台湾的时阵，早期嘛是照这种方式在演出安尼。安尼，既然这是音乐是偏向是南音这部分，来拷贝咧。拷贝吼因为是为泉州遐传过来的，咱讲的是闽南语，但是泉州当地呢，因有一个腔口伫个，咱拢会讲是泉州腔啦，所以讲呢，咱伫台湾目前咧搬的吼，就是用台语落去讲。但是伊的腔口佫有带一点仔泉州腔，这是因为老一辈一代传落来的一个口音。所以其实甲咱所想象的，甲布袋戏其实是真正是完全无共款的。安尼，我想要过来请教团长吼，因为这是恁爸爸妈妈爱传来互你的吼，真侪少年人吼，就讲家族企业、家己是家族戏班，有当时讲我就无想要学这，其实落尾恁来想要讲要家己接落来。是安尼吼，因为阮这个金威风咖喱戏剧团吼，早前是我的阿公伊所创立的。这个团呢，伊早前上早是咧做布袋戏，传统布袋戏。尾阿公呢，伊搁去学一个咖喱戏安尼。当时呢，阮金威风个两个局长，当时拢咧表演安尼。尾呢，就是阿公甲这个布袋戏传到阮的阿伯。咖喱戏传阮老爸，安尼但是当初阿公有讲一句话啦，讲咖喱戏吼，伫台湾是强要无戏的一个局长，无论如何一定要甲传落来，所以呢，阮爸爸个继续甲这个咖喱戏甲演出然后呢个传互我安尼，传互我的当阵，因为咱的传统内面有一句话讲都。传内无传外，传主无传女安尼啦。就是讲拢传互家己的人，而且是以查甫囡仔为主。伊当阵我因为厝里我是好囝，所以讲呢，伊当阵阮爸爸伊个设定讲要甲这个咖喱戏来传互我呢。所以我自细汉的时阵个拢跟阮老爸出去外口看伊表演。然后到这个国小5年差不多12岁的时阵，阮爸爸才开始正式给我教这个咱咖喱戏。伫这种传统仪式上的表演安尼，一直学到这阵。12岁嘛，其实人嘛较大汉啦，因为咖喱红仔就是人伫顶头操作，而且恁红仔拢真大身，所以其实12岁嘛是差不多会当开始磨练的迄个阶段啦。讲到这个学咖喱戏啊，要来问这团长方面啊，你在嫁互团长之前，你敢知因兜是伫做咖喱戏红仔？唔捌诶，我真正拢唔知，而且我嘛是在地阿莲人，阮是无讲理呀。嘿，所以你是去用骗回来的，嘛唔是啦，嘛唔是安尼讲啊。一开始你甲我讲这前，阮真正拢唔捌看。系啊，我的娘家离因兜无3公里呢，就很近。毋过因这种较早仪式咧演出上，阮讲因拢是演迄种诶拜天公，半暝，11点的主席的时阵，人结婚娶某，才有做这个仪式。所以你要来看，你根本嘛无。而且这咧演嘛拢伫海线，家庭银锭，归银，都搁沿海迄个路线，才有这个礼俗。阮阿莲这个的礼俗就较少，所以阮根本就唔捌看。你若讲11点做囡仔的人哪有捌看？你爱去睡觉，门仔载就是爱读册啊嘛，对。所以根本嘛，所以我大家过来，你甲我讲这种，我是要做好奇。我其实嘛毋是讲一开始就学这个咖喱，阮两个意思是咧卖戏，伫传统的市场，你卖戏。其实阮两个真的是很斜杠，画得很大，安尼。即摆是做一个专辑，是因为你学这，伫这个过程当中，真个足辛苦，拢因为家己一个人，3更半暝安尼。
伊迄阵啊演了回来，甲伊甲我载戏，回来互我卖，回来拢2、3点，啊都付载戏的时间，嘿，阮伫传统市场咧卖戏安尼。所以你记这红袂歹啦，真正骨力啦，轻拍拼，啊你这步嘛袂歹，算你厉害，伊个轻甲你，轻互你安尼对你安尼学这咖喱戏啊，当然要请教这个团长夫人啊。这个团长伊深开始伊学戏的时阵是12岁，才正式开始讲，开始这操作。当然伊看比你较久啦。那当然也是就你家己本身开始学，你认为这困难伫倒位？哦，其实我当啊记的时阵，阮两个是民国85年，86年的时阵，87年的时阵，伊将有一寡台湾的学者甲阮鼓励。其实伊的功夫还阁无遮好，讲实在，因为爸爸传落来就是有限。迄阵一开始就是要甲辅导，互伊成长，叫伊爱过大陆拜师。迄阵一开始是安尼，所以就有甲阮一寡朋友啦，阁一寡长辈吼，拢甲伊鼓励，阁一寡学者。阁阮较早原地高雄县文化局嘛拢甲鼓励，所以就开始第一遍过大陆开始学习这个部分安尼。伊咧学习的时阵，当然我嘛是开始跟你卖戏啊，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这个时段嘛拢会甲阮讲，阿兄啊，你吼，互因缘来去做这个咖喱戏，你戏啊嘛是爱卖啦，明星我爱顾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所以迄阵起步真的足困难的，对迄阵的演戏拢是伫仪式，慢慢文化局就开始有看到阮的成长。迄阵的演戏的过程当中，拢为家己一个人，甲安怎嘛是独角戏，拢无配角，嘛无人法度甲盗用。开始伊的，就拢会郁住啦，因为拄到唔知要安怎啊，无骹手嘛，无骹手啊，我嘛无法度啊，我有法度的，迄阵较早人佫讲有心袂使看，嘛是拢有即种的禁忌啊，过来就是按个查某的，到有一当我看伊安尼真足辛苦的，我看袂落啊。林总嘛，甲你拼啊！没有，我就跟他讲说，这真正要成长吼。这条路要行真足辛苦，我看伊安尼吼，我就讲好啦，真正有申请到经费，家己一个演嘛袂看一，我就甲讲，伊甲我教，这嘛是一个过程，教无3句话就闭面啦，我嘛无爱听伊教，伊可能迄个忍耐性嘛教无好，对家己的某口气嘛教无好，有一当导演帮我写了一个男女主角的角色，我白啊，我毋知要安怎，我就甲插。佮甲阮婆婆讲，我讲我要过大陆，我嘛甲伊讲，我讲我过来学好啊，伊甲就拢会甲阮老师讲啊，甲阮大陆老师讲，其实拢做烦恼的，烦恼讲，伊迄阵拢爱坐澳门，佮过厦门，即个过程我毋捌坐过飞机，较一个人，所以阮婆婆拢会甲我讲，你敢得爱台语叫一句话，你敢嘛爱接欠卡，这就互互英文来用就好啊！阿伯啊出声，阿姆嘛出声，你就好啊，卖你的戏就好啊，就安尼开始甲我讲安尼啦。我就讲吼，因为吼，要提升，政府机关吼嘛希望讲，安尼剧团卖因为就是安尼，希望讲我会当甲斗3工，佮有些人会甲我开玩笑，甲我讲吼，无叫恁当去对岸吼。带2个啊，回来就有啊啦。唔通。迄啊吼，人迄剧艺校的迄毕业无康课吼，带回来。你是听到这句啦，才硬要冲过去。有可能啊，开玩笑。对就是过来了，我就感觉讲，家己真正是面到迄种的困难。真啊，我就甲阮婆婆讲啊，其实这嘛是一个足大的过程，规个家族就反对啦。阿姑啊，因拢是因为一开始的感觉讲，你都好啊，家庭管就好就好，互翁婿去拼。你莫做人这样厉害安尼。毋过阮的困境就是，我无甲斗3工，就无法度。其实即摆吼，毋管查某吼，有才情拢会当出嫁了，对啊。呀，咱较等下吼，就是讲2位老师去到中国迄边去，厦门、泉州迄边去学这咖喱红仔的故事，咱较等下继续来讲。咱先请教老师，拄则讲你讲有新的人吼，袂当去看这个咖喱，安讲有一个禁忌，问团长，敢真正是安尼？这是早前的老一辈吼，因所流传落来一个禁忌啦吼。当然一代传一代，咱嘛是爱听咱嘛毋是讲铁齿毋信。不要想想，我感觉讲这就是人设的嘛。人设的这个禁忌，会造成阮即摆要推广。要发展，会是一个足大的阻碍伫。对啊，我所以讲我过好啊，可以甲上遮的禁忌是安那会设遮的禁忌比如讲有心
哦，咱袂当看咖喱鱼，哦，因为若看咖喱鱼会生出来囡仔会软骨，哦，对，但是我当初我想想，伫较早迄个时代吼，迄农业时代也无啥物娱乐，大家拢是伫咧庙口吼，上老个所在，哦，那咧庙里咧老个时阵，拢会请戏班来遐搬戏，吼，请咖喱鱼来遐搬，对。你一个有心的人，大巴肚的人来去，迄人济所在，客来客去，危险啦，吼，对。所以讲，这咱老一辈个甲设一个禁忌，讲，你这有心的查某人袂使去庙口哦，哦，惊伊危险啦，安尼啦。我感觉讲这是一个保护，哦，毋知讲这个禁忌吼，一个传一个吼，传到尾，大家说当我听到这个禁忌拢会惊，哦，我嘛家己生3个囡仔，我趁人嘛是拢对咧我斗相共，对啊，囡仔嘛拢生了查甫的缘投，查某的水安尼，身体拢真健康，也无这个代志，所以讲哦，这种禁忌吼，我是感觉讲会当听就好啦。我所了解这个咖喱红啊、咖喱鱼吼，通常拢是伫咧拜天公的时阵吼，而且我拢是伫咧纪录片顶头看的哦，我从来唔捌亲目睭看过吼。也当然啦，就是讲我知影讲有一个叫做蛇吐鱼，吼蛇吐的这个部分，听讲蛇吐的这个部分，目前敢若只有团长恁这尹辉煌有法度来处理这个蛇吐鱼的部分。也是咪当请团长甲咱简单讲一下，讲这蛇吐鱼啊，甲这拜天公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啥物？拜天公的鱼吼，一般咱就是做喜事的，哦，尤其是南部的咖喱，就是拢以喜事的为主，哦，只要若喜事的，唔管是咱要娶某拜天公啊，哦，还是要甲新民祝寿，哦，还是囡仔做大祭，还是老大人做大生日，哦，伫咱所有的这个生命礼俗内面吼，这个民俗仪式啦吼，拢会有咖喱鱼的演出啦，吼，这个蛇吐的部分这个属于甲祭祀的部分，嘛是属于祈福的这个部分啦。因为蛇吐简单讲就是咱咧安良蛇吐，蛇吐就是讲咧咱一个新的建筑物，比如讲是庙宇，还是一间厝，要升起的，还是重新整修，整修了完成，升起好了完成了，要开始使用的时阵。有一个庆神蛇吐的仪式，因为咱来感谢这个土地良神，伫咱施工的期间，拢会当互咱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来完工。所以伫咱的民俗内面，各有一个或者蛇吐的仪式，这是演出含咱这个一般拜天公是较无共款的，因为蛇吐伊会较复杂，甚至伊爱去搭一个八卦病，爱去会晓写符灵，咱符灵就是要压煞因的，所以讲你咖喱演出本身就爱会晓符灵，伫这个蛇吐的仪式内面有分做蛇吐、上吐到安坐，三大顶数伫的，比如讲咱最近因为庙宇最近较少做到庙宇的，那我最近做到的呢，比如讲伫个四当前，咱这个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伊要落成启用进程，嘛请阮金辉煌去做蛇吐，除了蛇吐以外，还搁做一个开台仪式，因为咱的卫武营这个艺术文化中心内面有4个厅院，4个厅院的舞台拢爱先咖喱戏，先做一个咱的戏神电刀元帅上港也打平了后，打平了后做一个开台仪式，安尼咖喱先开台了，其他的局长甲去你顶头演出，就是保庇因演出拢会当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安尼啦。咖喱鱼的部分是唔单台湾有分泉州派加漳州派这两个无同款的这个咖喱鱼的这个派门，这其中的差别是差伫倒位？咱台湾的咖喱鱼就是有那拢为福建这个所在来的，伫福建传来到台湾呢，就拄则你讲的漳州甲泉州这两个无同款的派别，伊上大的差别就是伫个咱的宗教科仪。演出真大无共款的所在，咱台湾的漳州咖喱鱼主要是伫咧北部，泉州咖喱鱼主要是伫咧南部，以高雄为主，这个泉州的咖喱伫南部呢，主要就是拢喜庆的，的仪式，娶某拜天公啦，一寡神明生，
啊，若是迄个漳州系统的咖喱，伫咱台湾呢，主要拢做即个制刷，比如讲定听到即个跳钟馗啦、开庙门啦，透过老师甲咱解说讲其实有讲看这咖喱红啊、咖喱鱼是袂当看，若准无食去用冲刷掉，这是一层误会。今日老师已经解开这个谜题吼。当然啦，你接团长了后，你有这个重担。我嘛听讲你有去到中国泉州去学这个咖喱红啊，为什么你会想要走去遐学？阮金卫乡咖喱戏剧团是一个100年的剧团，已经超过100档啊。伫较早阿公迄个时代，伊所学的就是拢即个宗教仪式的演出。传到我嘛是共款，我嘛是伫咧宗教仪式的演出啦。但是即种仪式伫台湾因为时代的转变，因为环境也无共款，阮即个仪式有可能豆豆去又无去。若豆豆又无去话，大家个无市场通演出，到时阵咖喱就爱收起来。所以呢，咱一定爱往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讲过去的仪式是演互新民看，咱甚至咱会当演互人看，那演互人看就是属于表演艺术的部分。伫我当阵差不多30岁的时阵有一寡学者专家，伊个来咧做即个调查，来民间咧做调查即个咖喱戏，调查来到我遮的时阵，伊就感觉讲，你这个团长哪会遮少年啊？阮去看到的团长拢是迄落足侪岁的，拢老岁啊，对，你这遮少年哦。你若有兴趣其实应该会当去学一寡甲表演艺术的演互人看。当阵呢，个甲泉州遐订10身咖喱红订好势了后呢，时间到。人即摆要过梯我就对人过去，讲我嘛一定来过来安尼。主要嘛是要看遐交流，看遐看会当找到师傅的袂当来甲因教。师傅讲你若要学会使因为咱拢是共款泉州系统的，但是爱长时间伫遮学。安尼较学有物件啦。但是伊当阵想讲长时间遮学我较无法度啦，因为咱有家庭有某囝有台湾生意嘛爱做讲长时间安尼我可能较无法度，无我去倒来思考看觅。尾倒来思考会讲，毋对呢，人个大师人个表演到遐尼有名。但是我要学的物件是爱为基本的开始，我要爱为基本功开始。尾个讨会关系，个实在一个即个大师的学生。即个大师的学生，伊嘛愿意给我教，伊愿意收我即个学生。所以呢，我个过1-2档了后，同我去跟即个老师开始学习。因为老师呢，伊伫剧团已经算半退休啊，所以伊时间较有。所以讲我就同我过遐对伫老师身躯边学习伫因兜食，伫因兜住安尼，规工拢甲老师对调的安尼，对，一直到即阵已经20几档咯。即个老师我泉州即个老师叫林文银老师，伊目前呢伫咱中国泉州遐呢，算是最有名的即个咖喱戏表演的大师安尼。安尼团长，你伫咧泉州即个所在学因的咖喱戏，转来了后，你要安怎区别台湾甲中国之间的无共款？主要传统戏曲我嘛爱学因为爱保留传统爱保留，现代咱嘛爱创新表演安尼。所以呢除了讲传统的保留以外，我创新的部分主要转来我就是教遮的团员，然后呢，咱会请咱这边遮的编剧，导演、音乐设计，大家共同来参与，因为我想要做一出无共款的戏，这出戏咱个袂，唔是讲要模仿别人的，咱是要。原有的创作安尼啦，创作出一出属于咱金卫乡咖喱戏家己的节目安尼，所以讲就因为安尼，这几年来安尼20几档已经有哪伫我的身躯顶有哪学真侪物件，我嘛金卫乡创造出了真侪无共款演出的表演，嘛针对无共款的这个观众来设计这个无共款的表演节目。讲到这个咖喱戏班是安怎传承的，咱先休困一个，较听继续来讲。咖喱戏早前主要是用来拜天公、祭祀等等，发展到今已经变做一种人人拢会当欣赏的艺术表演。为着要吸引更较侪观众，这个咖喱戏师傅
伫咧表演的内容嘛，甲较早有无共款的设计。啊对啊，阮红某啊，就是幸福甲美满，诶，年尾啊，哇，你看，今年啊，真是。即摆的编剧像阮今仔日要来这演出的编剧，伊较喜庆，吼，啊用过年的方式，啊较欢喜的，较闹热的，安尼，啊较早传统的拢是做故事性的忠孝节义，啊即摆就无用编剧来编得较趣味，编得较现代，即摆的人较有法度去接受，吼，安尼演出也是要卖票，啊嘛有法度去接受到观众对咱的接受度会较好，安尼。咖喱伊过去可能甲仪式哦，甲这宗教的物件较有牵连，啊，所以咱咖喱即马要甲转型吼，必须要改变哦，用咱即马大家所了解的故事啦，一方面保留着咱咖喱去操作的即个技术哦，啊个艺术性，但是一方面呢，用这故事啊，讲互这囡仔听，或者迄学生听，因就会当了解到伊表演的趣味。即摆的咖喱戏已经慢慢脱离神秘的模样，愈来愈接近咱平常人的生活。毋过伫咧现代，要经一个咖喱戏团，抑阁要面对偌济困难甲挑战咧。财神已经跟随咱，紧紧在乎我。你就是为爱走天涯，你对阿讲就讲，其实你无就是遐时代拢会甲你阻挡，也就是你甲团长去到泉州迄个所在了后，因为你进前你拢唔捌嘛，你深开始学的时阵上痛苦是叨一步？真正是真辛苦一条路。因为伊这基本上就16条，啊，我伫遮是团长甲我教一寡基本功，但是这教嘛是阮爸爸较早甲教，啊，结果伊伫遮学的吼，有一寡动作也是无法度做出来，啊，我著迄当著甲讲的时阵吼，伊著讲好啦，啊过，也是叫阮林老师好啊，甲我调整我的动作安尼啦，啊，结果一过吼，老师看到我硬矮啊，当下就随伊毋敢我骂来足疼我，就随甲我讲，你这指法拢毋对。拢全部改掉，嘿，你要听我的，你敢有法度去勾挑，吼，这个动作要才要帮我去做出来。啊，阮的线吼，16条线，你10个镜头你要那用，你一定要手指头都还要去挑，吼，去勾，很多线，然后你要过基本功拢全部拍掉，拍掉第一礼拜真足辛苦。阮老师是甲我讲，伊出去做伊的工课，啊，我就伫阮老师遐。住遐食遐呢，啊几乎我嘛无咧出去啊，拢离遐呢的。啊，食饭是师娘煮互我食安尼。哦，真的很辛苦。一礼拜吼，敲电话转来讲，第一小囝啦，啊第二吼，真仔学得足辛苦，镜头我拢整起来。嘿，安怎讲你敢知？俺都真仔拢戆力啊，咱是轻轻啊，甲线吼捏得就好。我是甲镜头饲哦吼，镜头整起来，啊线吼，人也袂矮也袂疼，啊俺是硬甲饲迄个线。啊，老师讲要牛我按，啊牛我按就给饲啊个镜头啊，一礼拜后你食饭手拢给错，啊搁摕纸落去喷喷，一礼拜喷了2罐，哦真的好辛苦，啊一工一定拢超10点钟，家己在遐练安尼就对。我讲哦，我伫台湾练无遮辛苦，来伫遮练啊完全遮辛苦着，而且毋是练基本功，我等下暗下调整，我是28条线。吼，完全是老师一直加线，啊，你要来去挑，要来去勾，要来去扭，要来去捏，这些线都是完全都在我们的手指头。对。哦，哪练哪好，真正哪练哪好，你敢知？啊，过来就是上该可恶的啦，这当爆料啦吼。啊，就转来啊，严师嘛，上惊就甲讲啊，啊，就真正学甲足辛苦，拢无安慰啊。我讲吼，我是来练甲手拢肿起来。伊讲吼，安尼哦。好啊，啊你也练袂起来，莫转来啊。哦，当下吼目屎就淋落，我讲哦，哪会遮严啊？嘿，啊因为伊嘛知影面对一个做起来就是讲，阮转来无偌久，阮两个爱一个成果展。对。吼，这边的剧本已经写好啊。吼，伊是男主角，我是女主角。啊伊嘛知影讲，我一定爱替起来这个角色安尼。啊，所以伫遐所学的吼。就是有关节的部分，啊，都唔是马边脚，啊，所以老师得甲我加线，为着要动作做得较细腻，为着动作要做，大家人看会好笑，吼，老师得开始甲我加线咧，啊，所以迄阵的老师嘛是看我足认真啊，啊，有时阵就会安尼看我安尼吼，甲我讲，你真正足无简单，你一个女孩子吼，啊来到遮呢，啊，逐工目睭啊闭紧内底甲款排练条款了，我就开始练安尼，吼，啊后来了我体会6字。
用心、耐心、恒心。嗯，这6句话哦，放伫我的心肝头，我就甲迄新红啊28条线，学伫我的手里。啊，转来了，伊真啊惊着。惊到。伊真啊惊着，迄当下迄暝着随验收呢。来，紧来，要拍剧照啊！真正唔通看猫的无点。而且我看那团长夫人啊，其实讲吼，因为我看人拢查囡仔拢会爱水，拢会留增加。因为我拄仔观察就是你的双手，其实你无留增加，这可能甲这操作这红啊需要运用这线，其实迄是有牵连啦。所以你看，恁太太为着你这个引飞风剧团，其实有做出伊的牺牲。也既然啊，就是两个红仔某吼，就是同心协力，伫咧中国甲这机家学转来。了了，食出咱家己引飞风的台湾款这款的咖喱戏，说落来，甚至讲，你有到欧美国家去表演，是虾米款的因缘，会当互恁去到外国去宣传咱台湾的咖喱戏咧？出国表演哦，这是其实真侪这表演团队啦，是表演人员正忙的一个所在，因为咱唔若希望讲会当伫台湾遮表演尔，咱嘛希望讲会当出去国外吼，表演互外国人看。甚至啦，会当趁这个机会嘛，当做一个文化的交流安尼啦。阮的出国呢是有那是为20几年前就开始有啊，一直到今摆啦，唔管是欧美国家啦，还是咱亚洲这边这个国家，目前呢，阮已经走过10几个国家咯。出国呢将近要20遍。伫这个当中因为自较早的时阵是拢大多数拢是我家出去。尾啊，哇，阮太太牵我做伙出去。过来呢，囡仔大汉了，阮去带囡仔做伙出去。咱出去拢是表演啦，也是做一个文化交流。因为出去咱因为是属于鸟戏的所以讲呢，咱参加的拢会有一寡是鸟戏节，国际性的鸟戏节，咱会当看到非常无共款的表演。甚至来自呢无共款的国家，拢有因家己的特有的文化。咱若看到好的，咱就甲捡转来，甲学习转来安尼。因伫以后咱的表演内面，对无？咱出去嘛是互人看到讲，咱台湾的咖喱红表演方式是无共款的。尤其是咱的咖喱戏的表演，伊是完全来靠基本功，伊是红无装机关的，因是拢爱靠着10几斤头的基本功，甲伊操作这个咖喱红甲伊活起来。所以讲咱的咖喱红若交外国人，其实伊袂晓表演，伊完全担袂起来。但是因为咱知影捌看过因的红所以讲咱会知影讲，因为当时会设计一寡小机关。这咱嘛是会当学习的所在。对，其实去到迄个所在表演我有一个上界定的问题，就是讲去到迄个所在，恁语言应该袂通吧？袂通，是咩那做互人看啊？这是有2种方式啦。第一种就是讲咱家己的文宣先做好势。就是讲咧，咱今仔日要去这个国家表演，咱个先甲咱的表演节目内容，咱演出团队的介绍、演出人员的介绍，拢先甲翻译都好势。伫这个节目内面，互观众伊还未看到咱的表演时阵，伊先看到咱的文宣，伊就知影了解讲咱的演出内容是啥货。因为红我感觉讲这种物件若出国去表演，话唔免讲伤济，主要是红的动作。伊的活灵活现，活甲像个真人安尼，迄种动作咧吸引人来看，对。这具体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咱做一个动作稍微伊个知影讲，看有咱这个表演的内容安尼就对啦。咖喱戏会当伫咧台湾讲是真特殊的迄种，也亲像咱拄则有问过着咱的团长就是包含着就是讲社土戏，即马只有引飞风伫咧做这社土戏，也当然啦，这就是面对着一个文化断层、文化传承一个真大的问题。咱确定啊呢，咱小休困一下，请团长还佫夫人继续来讲。讲到这个传统戏剧其实真侪人拢面对着即马流行文化是一个真大竞争。不过，伫咧传统戏剧这内面，大家之间也是互相竞争的哦。要来请教着团长，其实我唔知影讲恁即马做这咖喱戏比如讲共做一平，这戏金是济少。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是讲，即马恁这个戏路，敢有渐渐在减少，还是讲恁的戏路去互拍掉，或者是讲恁面对着什么款生存的危机无？过去这种结婚拜天公这个仪式已经去
豆豆啊无去啊，甚至强要消失去啊，因为这拢是3更半暝咧做。哦，啊，因为时代环境无共款啦，你若3更半暝搁伫遐咧拍鼓拍锣咧分鼓吹吼，人随敲电话报警。对，警察随来。对，啊，所以讲哦，伫即个半暝拜天公、结婚拜天公这种仪式是豆豆啊无伊。啊，咱讲早前阮爸爸好啊，哦，伊迄娶某拜天公、结婚拜天公这种，一年当会当做200几遍。200几遍。嘿，一年当哦吼。做200几暝，到传到我的时阵呢，我大概是差不多伫个将近要30年前接的，迄当阵剩无到100遍，剩无到100，嘿，剩无到100遍哦。减到即摆呢，甚至规年当拢无，规年当拢无做到即种结婚拜天公的，颠倒是即种新明生会较济，哦，新明生会济咯，这我感觉讲。因为咱即摆台湾的即个宗教文化，大家拢嘛真热心的，大家嘛会有样看样，佮加上现代的科技，哦，咱伫网络顶头，佮拢会看到遮的相片还是影片，所以讲人若有请阮去演出，人拢加减会翕相啦，还是录影，就放去咧网络顶头，人若看到，哇，恁是对请即落啊，这咖喱鱼呢，这伫台湾佮有当请，佮有人咧做哦。对，所以讲人个足侪人会来问啦，问我讲这咖喱是要对请，阮若咧新民生会当做的袂，当然嘛是会当，所以讲阮的戏路同我豆豆为转型，同我为这种祝寿啦、新民啦、开工啦、开工点眼了，爱做戏，也是讲做寿，咱做寿了吼，完寿啦吼，也是做寿的科仪当中有着拜天公的，这种拢会去做着安尼，所以讲豆豆我同我变位遮来。但是吼，虽然讲这种结婚拜天公无咱，我即摆这种宗教仪式来讲啦吼，一年当应该是将近差不多还佫有70场左右啦，还佫有70场左右吼，算讲保持了袂歹。较大的无共款就是讲，因为阮一定除了讲传统的宗教仪式以外，咱嘛是有一寡其他无共款的表演，比如讲教育推广的演出啦，还是讲咱单位吼有啥物庆典的活动，邀请阮去公演啦，还是甚至讲咱家己甲政府申请补助，所家己主办的即个剧场的公演，嘛是拢有啦。所以讲戏路来讲，我是感觉有一页无去，佫有一页就会佫生出来安尼。我是感觉讲这咱就是咱做戏人啊，咱王爷，咱上江爷讲有咧保庇安尼啦。袂互咱做戏人无饭通食。我请教团长通常做面戏啊，恁拢是安怎做？是亲像歌戏、布袋戏，拢会比如下晡做一场，暗时做一场，若像恁咧？咖喱戏较无共款，因为阮咖喱戏吼，阮主要以做3出，就为一场。个算一遍戏啊，3出因为过去的娶某拜天公拢拜3出戏，拜3遍香嘛，头一出就是玉皇上帝，咱拜天公的，第2出就是三官大帝，三界公甲即个南斗神君、北斗神君，第3出就是列为众神，这3出。拜3遍就是一个圆满，就是一遍戏啊。所以讲，阮一遍戏呢，伫早前来讲阮若讲阮爸爸因迄时代，因较早叫3出更，就是讲暗为即个主时11点，做到卯时天光的时阵，安尼甲为一遍戏啦。安尼做真久。安尼甲一遍对。迄是较早的时代，即摆时代已经无共款啦。即摆时代拢讲究讲一定爱紧啦吼，对啊。所以讲呢，心态豆豆无共，就是阮爸爸伊较早咧天公生的时阵伊一暝上济捌做到7遍咖喱，嘛是为即个暗头就开始出去做到天光啊长，早起天光啊长，一暝当做到7遍，但是较早的3出更的时代，你一暝敢若当做1遍呢？这嘛是因为环境的改变，点戏吼，因为阮戏出有限，阮所念出来戏出吼，就互主家落去跋杯，跋杯若跋到倒一出。咱个爱做倒一出，因为这是神明指定的。若拨落去无上杯，咱就去念第2出，佮无咱就念第3出，一直念到拨有杯，神明伊要看倒一出去。咱的戏出通常拢是较喜庆的，比如讲有状元回府、状元游街，一门相喜、七祖八婿，贵主义、凤凰等等，拢是一寡较喜庆的戏出。这戏出拢大概差不多是伫15分至20分钟左右，拢属于迄个段仔戏安尼个对啊。系啊，佮咖喱戏吼，伊佮较特别较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阮戏要开演进前有一个请神的仪式，请神了。
咱的伝道元帥上工爷戲神愛上病，哦愛大病，哦愛做一個大病進大的儀式安尼啦。哦啊，咱的伝道元帥，咱的戲神是先加咧人啊。這嘛是佇其他的戲班真罕得看到的。哦啊，戲做煞時陣，佫有一個司神的這個儀式。啊，然後聽咧就是看這個北管，咱講北管在擺場哦，擺場的意思是共款哦。啊，咱後聽是咱是辦這個小三仙爾哦，就是簡單大概差不多15分鐘左右安尼。啊，咱是用後場樂師落去演奏哦，就是像北管擺場安尼，咱是3個樂師落去演奏安尼。啊演奏這個過程就是等於像扮仙共款意思啦，對。啊，咖喱伊就是無想講無像即個布袋戲也是歌戲講，因有有3仙有8仙，阮咖喱戲是無安尼咧辦，阮直接就是做正戲啊。团长都也講到，恁嘛有去到校園內面去做團成嘛？等於講吼，拍破這個戲組大戲吼，真濟人講吼，團內不團外吼，啊團後生無要團查某囝，因為恁即擺嘛行到校園，會當講要團正人啊吼，也像團長夫人你行入到校園內面啊，面對着這個學生囡仔，恁家遐個囡仔是年歲是偌大，啊遐個囡仔的反應是啥款？哦，我們即擺到目前為止有5間學校，5間，嘿，4間國小，1間國中。離阮的高雄市吼，阿蓮國中，嘿，啊，過來就是羅德的三比國小，啊，迄個嘉庭的新達國小，主官區的主官國小，啊，我閣走較遠，去到平湖七美國小。哦，嘿，啊，即擺你甲因帶這就是為學校的特色，啊，為是有要參加全國創意偶戲比賽，即擺教育部咧辦這，嘿，啊，但是你講上細漢的幾歲來學，阮較早是有甲限制，希望講5、6年啊來舉這翁仔吼，較有法度啦，因為還是一身翁仔起來閣一2斤，對因來講吼，較有法度安尼，啊，但是為學校。伊就感覺講，我5、6年啊都無遐濟，阮這小學校，3年啊就3尾幾百互我教，啊3尾幾百互我教，我就按呢基本功甲教，吼，可能人師，吼，就內底有較輕的較適合伊安尼，啊，就互因練一寡基本功安尼，啊嘛是愛教因講台語，專程攏愛教因講台語，因為囡仔叫一句台語都袂曉講，啊，逐個去擺教，講實在，我一日逐當攏面對一個足大的困擾，就是逐當攏新的人。哦，吼啊，會畢業啊嘛，啊新的人就去入來安尼，啊像安尼國中嘛是，啊即擺國中的是一個好處，因為即擺教育部有一項叫做績優甄選，裡呢會考成績內底吼，有一項會當互因用即個去比賽摕即個獎狀，啊去報用績優甄選即個項目去報因想要讀的學校，安尼，啊所以為囡仔較含慢讀冊，就會來學即個咖喱戲安尼，啊但是嘛是。唔是教咖喱戲啊！都儕老師講甲我講，啊，蕭老師，啊，你嚟遮教，你閣愛教規矩啊！我講，啊，無教規矩，我帶出去，這規矩這擺我毋著畫甲傷啥，啊，就是嘛是愛按基層甲因教。啊，其實這囡仔攏和阮攏足共心，話畢業啊，吼，會閣倒轉來，會講團長，恁要創啥話？我拜六禮拜無迄個，我會當對恁來演出，所以我在身軀邊有幾個啊，大學生畢業的。攏會閣當來甲我鬥3工安尼，嘿，啊對阮出去演出，不止熟悉咖喱戲啊，伊嘛會當去看到真正是正港的翁仔戲，有些團長嘛會甲教布袋戲，啊嘛會甲教皮仔戲，因為有些佇戲種內底團長攏會去甲講着，啊所以一寡囡仔就做有興趣，因為即擺囡仔廟口足少咧做戲啊，啊做戲囡仔就攏佇3C 產品啊，袂講吼，按較早細漢就講伊愛舉來看戲，即擺囡仔無啊，逐工攏只有電腦，嘿。你家己本身囝兒是誰咧？因有對你傳承無？啊，因少年輩有啥物款的想法甲願望無？阮較早翁仔某若做伙出去搬的時陣，啊囡仔攏會對佇身軀邊，啊囡仔嘛是自細漢就開始安尼看安尼聽，到因若較大漢的時陣，我會記得阮大漢的到國小的時陣吼，國小拄啊2、3年仔的時陣，啊迄當陣我個想講，先互遮囡仔來接觸音樂。哦，因為咱傳統演出有愛有傳統家己咧伴奏，對，啊，所以講阮大漢我就甲栽培哦，先去學音樂，啊學音樂嘛，因為伊當陣囡仔人較枵毋捌啦，啊，阮誒攏有一寡音樂老師來阮遮排練，啊排練誒當中哦，啊伊嘛攏會佇邊仔看佇邊仔聽，啊我佢會甲講哦，阿朱，啊你來學這豬白好無？
讲好啊好啊，啊，就因为安尼，我讲好哦好哦好是你讲的，来啊，我即摆就甲你安排老师啊，去开始去练，对啊，啊在练的当中，伊较知影讲辛苦的所在伫倒，啊，但是已经答应落啊，啊琴嘛买落啊，啊无练佫袂使，啊所以讲哦，啊囡仔我自细汉个拢有开始咧甲因培养，啊像我迄个地二的，哦我个先甲培养即个字学，哦学弦啊，哦学弦啊安尼啦。哦，一个弹的，啊，一个用 A 的，哦，啊，一个后生过来学即个拍鼓，哦，拍落即种安尼。大汉的吼，伊算学到有落，啊，甲豆豆啊大汉了，虽然讲即个当中有淡薄啊，有一寡伊无想要学的时阵，啊，但是伊嘛是搁啊有过了迄个过程，啊嘛搁继续落去，啊了变成伊的兴趣，伊家己个本身有兴趣，伊个家己的选择艺术学校。哦，有即个音乐班来学习安尼，哦，啊以后咱金威坊嘉礼戏的音乐，哦，啊希望讲会当，互你来承担安尼啦，吼，以后的音乐你会当家己来甲做曲啊，吼，做词安尼，哦，来配合着咱的演出。除了这传统的一款嘉礼戏哦，咱讲较古册以外，恁敢有做其他创新的戏出咧？咱除了讲老一辈留落来这个传统戏出以外，咱一定要发展一寡新的，因为传统戏，哦，咱现代人哦。有当时爱听较无，看较无啦，啊，尤其是吼，甲少年辈，甚至囡仔，对这种传统戏嘛看无，所以讲你一定爱发展一寡新的戏出，哦，啊，阮发展的新的戏出呢，啊，比如讲，阮有以阮在地的故事，因为阮伫高雄阿莲吼大江山顶有一间超风师，哦，超风师的由来的这个过程，哦，啊，咱个请咱编剧，哦，请导演，请音乐。啊，甲设计安尼，哦，啊，甲用嘉礼戏方式来演出，哦，这就是用在地故事，哦，啊，另外咱嘛是会用传统戏来改编，啊，比如讲呢，啊，阮有这个叫做桃花路斗周公啦，哦，啊是吼，其他这个新创作的表演是啥物金碗池啦，吼，啊嘛有这个囡仔戏的部分，就是这个火锅部的故事，吼，大家较了解的，哦，啊，这个火锅部咱甲设计成是一个无入家火锅部，哦，无入家火锅部，啊，无入家火锅就是咱火锅有无入家，啊，当然恁来看就会知影。所以讲，咱会针对无共款的奖重，咱观众呢来设计这个无共款的演出内容安尼啦。讲到咱的台湾传统戏剧啊，亲像嘉礼戏，又传统又创新。不过面对着这个市场甲团成的问题，也是讲这是这剧团伊爱面对一个选择。不过咱相信啊，亲像咱的团长啊，个团长夫人，继续伫咧文化安尼夜景落去，这未来拢会成做咱的台湾新潮流。今日非常感谢团长啊，个夫人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遮尔济，非常多谢，多谢。讲到传统戏曲用嘉礼，这是大戏，大家千万唔通误会。刚才有两位老师伫咧夜景伫遐交陪，希望这文化会当探景又开花。邀请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来支持咱台湾的传统嘉礼，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非常多谢老师，感谢。